陌生信息就係嗰啲私信你問你今日有冇食過早餐啊？你近排點啊？你有冇收過啊？有啊，不如我舉手啊！有冇人收過啲陌生信息啊？今日都有啊！我都例外喎，我都收過陌生信息喎。我今次咧同大家分享咧，呢個陌生信息咧有啲奇怪。打開呢個陌生信息，總共有96行字，1000幾隻字喎。陌生信息用咁多功夫去寫咁多隻字嘅，咁我梗係要睇下啦，係咪？呢1000幾隻字就為今日呢個見證打開咗序幕。究竟佢係何方神聖呢？呢件事又同上帝有啲乜嘢關係呢？我想問下啦，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去年2024年12月，我喺呢個台上面作咗一個見證，就係講述我同我仔成長嘅經過，因為我個仔喺自閉譜系啦。咁結尾呢，我就講一件神奇嘅事，就係當我寫完呢個見證之後3日，有另外一位 YouTuber 去聯繫我，同我一齊做直播節目。點解去揾我呢？因為其實我都係一位 YouTuber 嚟嘅。小醉俠破障，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三郎案。豆豆說故事，好肚餓啊！我要開餐啊！兩個唔同風格嘅 channel 點解會一齊？到底分享啲乜嘢？12月14號星期六晚上9點半喺小醉俠頻道自有分曉。嗰晚做完嗰2個鐘頭嘅訪問啦，一夜之間我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多咗50幾個訂閱者。其實我 channel 好細啊，冇乜人知嘅，因為我都冇喺教會宣傳過，冇乜人知嘅其實。但係咧，估唔到咧，原來當中咧有一位嘅訂閱者咧，佢已經離開咗上帝好多年，就係呢個寫咗1000幾隻字俾我嘅一位朋友。佢睇到我個 channel 之後，就發生咗啲奇怪嘅事，而呢啲不可思議嘅事就開始喺佢身上萌芽，唔係喺我身上萌芽喎。我 channel 主打3樣嘢，一係兒童故事，二係手工藝，亦都包括插花，三就係分享自閉譜系啦。但係呢位觀眾佢係話喺我嘅片裏邊，去體驗到乜嘢係道成肉身喎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問下你哋記唔記得道成肉身喺聖經裏邊邊段經文記載嘅咧？我特登用心去查，即係得一節經文寫到明道成肉身啫。知唔知係咩福音書啊？大聲少少。係啊，約翰福音1章14節。如果記得嘅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齊背誦，預備1、2、3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點解咁奇怪呢？睇我呢個講故事嘅 channel，竟然會睇到道成肉身。好，咁所以呢，我就決定將佢咁秘密嘅陌生信息嘅部分內容讀出嚟俾大家聽。佢話：近來我多咗睇你嘅片，心裏邊有住一種感觸，直至到睇到一套片共融在職場計劃最終門，祝福能找到屬於你哋嘅舞台。佢就講話，聽到你話，即係個我啦。喺一天殘疾就業共融基礎課程中，自知並唔係任何工作界別嘅情況下，睇到別人喺度交換卡片，自己就默默無聲咁坐喺一邊啦。一開始嘅時候，呢位觀眾去諗，我參加呢個比商界嘅課程係為咗啲乜嘢呢？似乎並唔係呢個課程嘅 target，即係對象。咁當然啦，因為熟我嘅都知啦，其實我係一位家庭主婦嚟噶嘛。咁佢就話啦，到底係乜嘢驅動到一個人要走到呢一步呢？咁其實我參加呢一個俾培訓商界去學習點同 SEN 職員相處嘅課程呢，嘅目的係俾我知得好少嘅 YouTube 觀眾同埋我page 嘅讀者去知道我哋嘅仔女係有希望。我想話俾佢聽，香港職場喺度轉動緊，喺度改變緊。SEN 人士唔係再係捱打嘅狀態。SEN 嘅人士係包括肢體傷殘、視障、聽障、智障、唐氏綜合症、精神復原、自閉譜系、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、讀寫障礙、言語障礙。而我作為家庭主婦，點解要讀到呢個課程呢？又係另外一個經歷神嘅奇遇。咁我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啦。
咁呢位讀者初時冇明白點解自己會有咁嘅感觸喎，佢反覆咁不停咀嚼我講嘅話。佢哋嘅子女，佢哋嘅子女不再自困，潛力，佢哋嘅子女不再自困，潛能夠喺正面中自信咁成長。佢話呢句説話令佢不停咁諗，我條片只係得5分20秒，你估下佢諗咗幾耐？半個鐘、1個鐘、2個鐘？唔係，佢諗咗2日。點解有啲咁奇怪嘅感觸喺佢身上？佢思量咗2日，佢終於明白到佢內心呢份感觸係可以點樣表達。就頭先大家所背嘅道成肉身。佢已經離開咗上帝好多年，嗰幾千隻字就係將佢呢啲嘅經歷講俾我聽。點解佢會離開神？此時此刻，佢係諗到主耶穌，奇唔奇妙啊？好似冇拉楞過兩樣嘢。佢話喺你嘅 YouTube 頻道裏邊，我發現我確實聽咗一種道成肉身嘅感受。呢一個感受深深咁衝擊住佢，使到我實在不得不寫下此番長文。想向你說聲謝謝，謝謝你見證了上帝，讓我重新感受到呢一個神或許係真實嘅。我嘅片冇好強調福音嘅內容，而係將上帝嘅事好自然咁分享我片段之中。當時我就同呢位觀眾文字咁講話，我真係咁樣寫，我咁寫爆彈，上帝尋找緊你。佢就話啦，雖然你嘅片觀眾唔多，但係我有聽，我有好認真咁聽。雖然我唔係自閉譜系嘅一員，或者唔係你嘅 target， 但係嗰次嘅訪問好神奇，有機會讓我認識你嘅故事。我會繼續做呢啲嘅片段，因為我相信上帝會用呢啲片去尋找佢嘅 target。大家睇唔睇到上帝佢用嘅方法係幾奇妙呢？1億種人，佢可以用1億種方法，甚至無限嘅方法，可能係只有佢同上帝之間先至會聯繫到嘅呢一種方式。可能你睇咗我呢條片，你冇感動㗎，但係佢睇咗呢條片，再一次去思想神嘅真實，呢個就係上帝嘅大能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咁多，想向呢位遠方嘅弟兄講，神係會繼續祝福佢，繼續帶領佢。祝福佢經歷上帝更多嘅奇妙同真實，感謝主，多謝各位。